你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他孤独很久了，所以他的量才会这么大。对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，手指有什么秘密？你没知不是真的，有我有你。打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这样会我痛，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心。这样会我痛，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心。这场演唱会真的办得好不容易啊！从去年的3月14号，我们约好了要见面的，还想过一个情人节说，结果我们等了快足足的有1年那么多了。虽然你们都戴了口罩，我会尽量的把你们的眼睛好好的记下来。即使那一边的我也是看得到的，我现在是老花，我是看得到远的。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，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，那个偏执的少年。他已经50岁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就不要一直讲这个嘛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本来可以骗过去。因为他孤独很久了，所以他的量才会这么大。你是说写歌的量吗？对，我要讲的是这个。你们怎么笑成这样？很不正经。你要给大家看一下。怎么可以？